那么大家要不客庄会面话，很有名的都是门客庄会面话是客庄。庄黑燕鸥龙，庄黑燕鸥龙。我弄熬多接待，熬多多接待，熬多接待，烟农买茶的个来种族感动。烟农，呢，买茶呢，买茶呢，个来，个来，种族丹东，种族丹东，庄黑燕鸥龙熬多接待燕农买茶呢个来种族丹东。庄黑燕鸥龙在那天熬多接待掉下来，燕农卖茶的在天上有利的东西跟那东西，种族丹东准备丹东就动弹，丹东就是动弹，丹东就是动弹。庄黑燕鸥龙熬多接待，燕农买茶的跟那种族丹东就是动弹。摇出脚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瑶族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